这就是我先生喝的红酒瓶啊，瓶塞。那这个已经种了1年多了，确实会长。我妈妈旧的安全帽，其实我爸爸以前骑机车，让妈妈舍不得丢，有纪念价值，他就自己改造。林嘉文细数，母亲还把旧鞋改造和安全帽配成整套，还有阿婆的板凳，换了颜色，外形稍加装饰，又可以多用好几年。这是妈妈的旧眼镜袋，她想要丢掉又不舍得，里面看就知道大概超过15年的历史了。为什么舍不得丢？客家人妹，客家人惜情惜物的心态不止在上一代，林嘉文说自己也有遗传。隔壁的爷爷做资源回收，常常去他那里挖宝，然后他有时候看到我需要的，还特地帮我留。被丢弃的瓶瓶罐罐稍加整理，可以变出不少造型小物。像这个就是猫罐头做的，然后我们拿来种植植物，这样摆一排，如果一系列也会很可爱。那包括用这个还可以做滤水的 TQ 章一直听听，爱通小报夫啊，地球只有一个，要珍惜爱护，对不对？爱通小报夫。从事美术教育多年，林嘉文发现材料不一定都要花钱，旧物改造更有乐趣，还可以自己创造实用性。汽水罐底部改造当零钱包、收纳包一目了然，卫生纸轴心变身漂亮的和风笔筒，宝特瓶雕花就是花器，酒瓶也能变美丽。用海绵沾湿泥蛋，固定之后再掀起来。年轻人不想要，他们不舍得丢的东西，就拿回来改一改。回去之后，那个儿子媳妇就说：“哈，妈，买新的啊，这个好看哦。”如果说作品反映了创作者的性格，节俭之美是贴切的注解。物品连接的回忆和感情也一并被珍惜对待。TQ 章一直听听，爱通小报夫。TQ 章一直听听，爱通小报夫。谢谢宗宇老师。